本期节目嘉宾：范派小生董欣欣，范派小生蒲少华，范派小生陈耳，范派小生周丽，范派小生张青青，范派小生王柔桑，范派小生陈佳佳，范派小生王淑文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佳丽新风尚，魅力新舞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青春戏院，我是董毅。2013粤女争锋第3季即将火热来袭，青春戏院栏目与前2季的粤女们携手相伴，掀起新一轮的粤剧风潮。在这个星光熠熠的舞台上，粤女们用青春的热情演绎粤剧流派的经典，带给观众全新的视听盛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特别推出的是粤剧小生流派中的范派。说到范派啊，它是由范瑞娟先生创立的，唱腔淳朴姿实，宽厚响亮，热情内涵。范瑞娟是弦下腔的创始人，因此范派弦下腔最规范、淳朴、丰富动听。范派代表作有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的梁山伯，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焦仲卿，《李娃传》中的郑元和，《打金枝》中的郭爱等。《梁祝》是一出唯美的爱情剧，碧草青青花盛开，同窗共读整3载。楼台相会的大喜大悲，梁山伯与祝英台泪眼相向，无语凝噎。有请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范派小生董欣欣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海戏曲学校范派小生董欣欣。粤剧是一种美，经过不断的改良、不断的创新，使粤剧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，风靡大江南北。作为后辈，我觉得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将粤剧传承下去。且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仅仅是为了老一辈艺术家一鞠躬、一行泪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董欣欣。有请绍兴县小百花粤剧艺术传习中心范派小生蒲少华。西
我是绍兴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的范派小生涂少华。从小我就很喜欢戏曲，当然当时还是一种很懵懂的状态。现在我也成为了一名戏曲工作者，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传承这门艺术，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这门艺术，让越剧绽放更多的青春之光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很简单，就是好好练功，多看多学多吸收前辈老师们的精华，努力的做到越来越好。不辜负家人、老师还有广大戏迷朋友的期望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涂少华。有请瀛州越剧传奇有限公司范派小生陈耳。大家好，我是宁波市鄞州区越剧艺术传习中心范派小生演员陈耳。越剧对我来说，不仅仅是我从事的一份职业，更多的是我是以一个爱戏人的身份去干这份职业。我想把自己理解的艺术
用我的方式诠释在舞台上，然后传达给观众朋友们。其实我觉得，一种事业把它当做一种兴趣爱好来做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已经参加2次粤女争分比赛的我，自己的感触还是挺深的，从中也受益匪浅。在比赛场上，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艺术上的水平，更多的是信心和勇气。我觉得演员不仅要贴近舞台，更要贴近群众。不管以后我取得多大的成绩，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做一个艺好品更好的称职的演员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陈尔。有请温州市越剧团范派小生周丽。
泪，儿命不去，三杯娘啊，儿与从悲痛三杯。长城不诉三长贼，此次我为两家增光辉。谁知道为了英配女，孙承且兵难挽回。娘啊娘，堂儿归望见路，儿的娘身体虚死，三杯。恳求母亲慈儿女，儿死要扶教增长一分悲。离分悲，离分悲，红黑儿子开两亏，三杯。红的开上中银台，黑的开上儿两三杯，三杯。儿与他生前不能夫妻配，儿死后要与他同大家好，我是温州市越剧团范派小生周丽。从开始越剧对我来说，我不是非常的喜欢，但也不排斥。但是接触了以后，我慢慢的喜欢上了越剧。08年进了温州市越剧团，至今为止已经5年了。在这5年里，我觉得我慢慢的成长起来。我相信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上，我会越来越成熟。越女争锋对我们青年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。我们青年演员呢，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，自己在业务上、专业上呢有所提高，然后多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。
我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被观众认可的演员，我塑造的人物能与观众产生共鸣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周丽。越剧胭脂取材自《聊斋志异》，慎思守制，公正廉明，是清官无难代、终身守护的做官之本。面对恩师的指责，面对刑部批文，深夜书房，神思恍惚、心神不宁的他，又会做出如何抉择？有请绍兴县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范派小生张清七。
是地层一点空云散。那人茶紫金厂里茶分明，倘若此案真有错，我怎能替你做事披战云？我查是陪伴远方有从生来，听时常下生，因我披风非儿戏，才儿反而还复生命，才非起。我查是你的脾气也盘着，怕子怕生的落地，不是难谁从。其实家生死是偏生平生长子程序难上哦，难上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的范派小生演员张青青。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所有的演员在舞台背后都有辛苦的付出，但是当站在舞台上面，得到观众的认可，得到鲜花和掌声的时候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通过上一届的岳云追风，使许多观众认识了我，了解了我，使我在此次比赛当中得到了许多经验，多了更多的演出机会，也让我在舞台上更加自信。所以我谢谢岳云追风，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面，得到更多的演出机会，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认可我和喜欢我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张青青。三看愚昧是越剧传统剧目，东岳庙这3看埋下了相思种，这酸甜苦愁，谁能解这相思情？双连笔治好了相思病，结下了一段好姻缘。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的范派小生王柔桑。庙内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范派小生王柔桑。我的从艺道路不算非常的平坦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。因为从艺道路和人生道路一样，只要你看准或者认定了一个目标，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一定会永达高峰。对自己将来的展望呢，就是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唱戏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实的走好每一步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。我是王柔桑。莲花落是越剧《李娃传》中的一段唱，脱掉长衫，换上短袄，郑元和拿着棍儿走街串巷，自己身世自己唱，好一曲警示良言的莲花落。有请宁波小百花越剧团范派小生陈佳佳。我是宁波小百花越剧团范派小生陈佳佳。起末之初，我对越剧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觉。打心底起，我非常喜欢越剧，可我起步晚，像一些基本功，比如劈叉、下腰等等的练习，对于那个年龄段骨头已成型的我来说，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。但庆幸的是，我坚持了下来。现在我也享受到越剧带来的快乐，这正验证了那句话：经历过风雨，才能见得彩虹。我是一个简单的人，我对未来的展望也非常简单，那就是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，同时让我的声音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投入于越剧的潮流中，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越剧的魅力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陈佳佳。
相思怎得相思月，见月似见雨中神啊。我不该见此寻仙来迎母，爱你可曾上来为求梦中。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。新婚夫妻甜如蜜，箜篌一曲惜别离。如今只能乘追忆，人去楼空。何处去寻兰芝的身影？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范派小生王淑文。散去了空寂就在爱情兴起。忆往昔，往昔夫妻蝶子鸣。忆往昔呀，往昔夫妻自交情，谁知晴空起霹雳，谁知无端生夜情，苦叹那母，苦相比，苦怜夫妻，苦悲情。一纸情书曾永遗，两滴泪挂肠里。大惊喜，惊喜生儿一代名。大惊喜，惊喜比喻空城计。来自你三天这就不无凭。来自一曲你可仔细，他与我生同长日，死同浴，你为何千丝万缕，万缕千丝不把我的来自记呀？
母兄必佳绩，只见他一门派我去迎接。哎呀，是啊！今日是他再婚期日，我为何永远柔却的演得起？精神空腔，动脑非死而空腔，空上情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海越剧院范派小生王淑文。越剧起源于山林水秀的浙江，发展在摩登都市上海，因此我觉得越剧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，是视觉与听觉的至高享受。粤女争锋呢，是我们演艺生涯的一次测试，也是广大观众朋友们认识我们的一个良好的平台，更是促进我们姐妹友谊的一座桥梁。希望呢将来有更多的演出机会，让我们来体现自己的能力，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，让我们青年演员共同进步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王淑文。越剧《宝莲灯》，对月思家，说声寄情于月，却带不去对家人的思恋。这一个月高风轻的夜晚，他的思绪早已飘向那个遥远的他。有请瀛洲越剧传奇有限公司范派小生陈尔。
越剧《宝玉夜记》，折扇儿缕缕片片，随风飘扬。月朗风清的夜晚，痴情的宝玉撕碎扇儿，追忆芙蓉。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的范派小生王柔桑。静儿，这是你最喜欢听的声音。今日我就用它来祭奠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您的收看。下一期青春戏院特别节目《粉墨嘉年华》，越剧青年演员流派群英会，咱们不见不散。